你敢有收过啥物较奇怪的信息？有一个，可能大家收到都是屌或者是骚扰讯息，但是我遇到的是有一个特别中二的人，他会来问说早安，就很普通，但是他还会套上一些他个人的什么中二专属专有名词，什么我的心怎样怎样的我的黑暗能量正在释放，然后他就会跟我讲，我超尴尬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如果你想跟我说早安，你可以去我的 DC 跟我讲，但是他后面还是有一直持续的跟我说早安，等一下我的心正在为了你什么炙热的，我的天哪！然后他有时候还什么我黑化了，然后名字一直改。我跟你说，他的名字就算没有改，我看他的讯息历史讯息，我就知道是这个观众。他其实不常看台，但是他来了台，他每一次就改这名字，但我还是知道那个就是他，因为他的名字就很中二。可能来聊天，我就要跟他打招呼嘛。被世界抛弃的1万说晚上好啊，我现在在玩什么什么之类的，我就觉得我的天哪！可是我还要再开台，你知道吗？开台要有那种你要稳住，可是我心里真的很想笑，然后你就看到我的动态面部就是像这样子一直笑出来，可是我又不能笑着说你好，晚上好，然后我就会这样，然后嘴巴打超开的，好敬业啊！我要笑一下再回来。